一个3分钟，咱就要来开始。好，啊，咱这个场所吼，咱这个教室吼，内面是袂当食物件，我讲下面绝对吼袂当食物件，也袂去用罚钱啊！大家配合。好，大家要上课啊！哦，来，大家要上课啊！咱拄则吼，咱拢讲的拢较侪是即个针对吼咱的。情感吼，咱的感情对台语的感情来讲吼，啊，为什么咱今仔日咧伫遮，就是咱希望来针对政策，啊，政策就是为规个即个大的盘开始来看啦吼，咱台湾即马吼，政府对即个台语的政策咧推送的时阵，到底是有出啥物问题？吼，咱今仔非常欢喜邀请到咱台师台文系的柯慧茹教授吼。要来甲大家来做一个演讲，吼，我感觉这是咱的足重要一个观念，吼嘛，希望讲借由这回这个大会，吼大家来甲了解一下，吼啊若有机会，咱来甲咱身躯边的人慢慢啊影响一下，吼安尼咱即马就甲这个麦克交互柯慧茹教授。大家好，吼我是师大台文系的教授柯慧茹。我就直接开始哈。我今仔要讲的题目，先等下来，搁互我讲一下，咱的这个手册内面吼，有柯慧茹教授的即摆要用的这个导影片，吼，大家会当伫咧边仔吼写你的笔记安尼吼。啊，这是咱的曾嘉颖吼，系主任吼，伊其实咱即马这是一个论坛啦吼，论坛一开始是柯慧茹教授演讲，啊，续落咱就会邀请吼咱的。培如委员吼，啊个新北市的黄淑君议员吼，伫咧台顶甲咱斗阵来舞谈吼，好，搁再麦克交互你。好，现场的各位来宾，大家好，好，大家好吼！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阮台师大来开会。我是台师大台文系的曾嘉颖吼，主持是台文系系主任吼。啊，阮前任的即个系主任是柯慧茹教授，就是小等要来担任即个一年，也搁有即个甲大家分享伊即寡研究的成果的贵宾吼。啊，徛伫咧遮其实是有一种感觉感动的感觉，因为我每礼拜拜五拢会伫咧即个教室上课吼。
但是今仔日的即个场面吼，是我今年度吼上寒的一天，但是嘛是感觉上热情的一天，咱是毋是？每一个人，互咱家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吼，感谢大家。即个论坛吼，即个主题吼叫做台语政策论坛吼，我定定去国外开会，尤其是韩国的时阵，我拢定定足贴心的，感觉讲是安怎韩流吼，伫咧全世界即摆才穿吼，是因为大概因的论坛吼。伊毋是亲像台湾吼，学术的即个检讨会，就是拢是学者吼。产业的检讨会都拢是即个产业的代表吼。政府的检讨会都家己政府咧开，因拢是逐个人吼斗阵来开会。针对各国的即个对韩流的一寡研究吼，逐个人来斗阵拍拼去推散因的韩语吼，抑阁有因所有的即个文化的即个创业的即个因的即个结果吼。所以我感觉咱台湾即马咱今仔日即个民间会议真重要，咱即场吼，就是要来做即个咱讲一种新的无共款的一种做法吼。咱今日邀请到的吼，毋但是咱学界柯慧茹老师吼，抑阁有咱政治界两位吼，伫咧中央。抑阁有伫咧即个地方的两位政治家吼，我即马嘛是邀请因两位，但是伫咧邀请伊之前，因为拄啊吼，咱的即个台湾上水外科女医师吼，咱基进的即个吴新台已经来到咱的现场，咱是毋是热情的捧啊声吼，来甲伊鼓励，甲伊感谢吼，那来到咱的现场吼，甲咱斗阵吼来做即个咱的即个台语政策的即个讨论吼咱另外两位即个武丹林，第一位是咱的即个拄啊，大家拢已经看到伊啊吼，咱搁一摆吼，搁感谢伊吼，即个咱的立法委员代表有咱的委员，今日脚安尼袂拄好吼，天气搁遮寒吼，嘛甲咱徛做伙吼。另外一位是咱新北市的即个市议员黄淑君吼，黄议员。因两位无论讲是推展即个文化创意，也是讲推展即个咱讲特殊教育的即个学生的权利吼，两位即个咱讲政治家吼，拢足拍拼的，而且台语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运动吼，这是因为台湾毋是一个正常国家，所以讲咱家己的语言煞爱做一个社会运动来去推展吼，这是我感觉淡薄仔悲哀，但是嘛是咱爱继续拍拼吼，咱。继续拍拼，继续来去斗阵做的代志吼。伫个即个武丹即个过程当中，咱小弟嘛会当请即个慧茹老师，抑阁咱武丹民歌，甲咱做分享吼。因为今仔日吼，咱逐个拢发现着吼，即个麦克是无线的吼。我上课的时阵，麦克拢会摕咧规间咧走吼。所以讲，咱 Q&A 的时间吼，嘛是会欢迎大家吼，就举手，我就走过去你遐，甲麦克摕互你。吼，请你嘛伫个即个 Q&A 的时间来斗阵吼，来分享你的看法。咱即马个再一次用热情的捧啊声，欢迎咱的柯慧茹教授。好，安尼我就直接开始啊！吼，我的题目叫做本土语言政策的在转型正义。咱知影本土语言政策就是为着要做语言的转型正义。但是我即摆要互大家看着，讲咱真少甲想这30年来，即个政策煞对台语阁再一次的无正义。好，我就直接讲咱的4个问题。好，咱看第一个问题，本土语的地位伊无实质的提升。好，咱看吼，咱拄仔即个内面，也是讲在座足侪人拢会讲着讲因以前囡仔的时代，咧学校即个语言叫做方言，袂使讲讲会去用处罚等等，迄个时代足久，就差不多了戒严时期是定态的。到90年代，咱台湾就是戒严以后一寡社会运动，语言运动嘛是其中的一个。迄个时阵大家就知影讲，即个方言，即个讲法就是其实是一种歧视大家就开始有即个母语也是讲乡土语言即个讲法。而且有一点最要紧，就是讲，迄个时代咧扫即个运动的人，对因来讲，确实即寡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即寡拢是因的母语。迄甲即马一寡少年人甲你讲，我的母语是华语啊，迄个无共的90年代对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讲，台语确实是因的母语。
吼，所以咱名嘛变啊吼。所以迄个时阵吼，一寡即个民间团体也是地方政府嘛，开始咧送即个母语，也是本土语，也是乡土语，不管伊安怎叫因即个教育嘛吼。啊，毋过迄拢是咧地方政府的即个赞助啦吼。迄阵有即个宜兰，迄阵县长是尤锡坤，台北县迄阵的县长是尤清，啊，彰化县迄阵的县长是周清玉，啊，搁有屏东县迄阵的县长是苏金昌，大家有通袂记的吼。因确实足早就开始咧送即个本土语言吼，啊，咱周清玉县长到即摆还搁咧即个彰化咧拍拼，拄啊文化部的即个李正辉处长嘛有讲。彰化县政府无甲文化部合作，嘛是周清玉县长已经80岁啊，应该搁是咧送即个代志吼。好，啊到2000年的时阵开始，2001年开始，咱的小学一礼拜有一节课，敢若一节课本土语，迄个课名就叫做本土语。啊，这内面的台语是本土语内面的一种，吼。啊，刷落到2019年，咱有国家语言法典法，所以台语变做国家语言。吼，啊，咱就会感觉讲，哎哟，袂歹呢！你看哦，对方言安尼，哦，国家语言，咱感觉讲袂歹吼，咱敢若拢有进步吼。但是，迄是咱若安尼来看，你就发现讲，迄落下骹咧叮当尔，吼，顶悬迄中文，吼，啥物甲讲顶悬啊下骹，就是讲咧语言社会学内面有一种观念，叫高阶语言甲低阶语言。啊，较简单来讲，就是吼，高阶语言就是讲正式的场合咧讲咧吼，迄个高阶语言，而且吼，你会晓高阶语言，你才有较侪资源吼，你会即找头路也好啊吼，啊教育啊吼，迄都是咧迄高阶语言。啊，低阶语言就是即个私人的啦、厝内的啦吼。所以你咱看到，咱下骹吼，低阶语言了，一直敢若看起来敢若真好。你只要吼，咱迄个翕相是拢有 zoom in zoom out 吼。你zoom out一看，你就发现讲，啊是咱下骹敢若名改的吼，啊可能资源互你较侪咧，但顶悬无变啊，而且咱资源下骹资源较侪，顶悬敢资源就无较侪，伊嘛缀咧继续做啊，吼，啊而且到尾还佫加一个英文入来，所以咱的本土语的地位其实无改变，吼，迄敢若是讲，咱以前做方言的时阵吼，啊因可能。迄就敢若讲，咱本来住即个家厝啊，吼，啊因住老仔厝，啊咱即摆互咱住一间讲后的庄仔吼，庄仔做来是讲互你较勇的厝，啊人咧住豪宅啊，吼，啊咱无看到人住豪宅，咱就是讲哦，咱以前对家厝啊大的，啊即摆住较勇的厝，咱就欢喜啊，无，即个心态完全无改变，好，过来，即个是搁较大的问题。好，咱本土语拄仔看到低阶语言，敢若讲，我已经讲伊无改变，已经足害啊吼。过来，这内面阁有伊的问题。好，大家看，下骹不管你是叫乡土语言、母语、本土语、国家语言，请问台语伫个咱敢有看到台语即个名？无啊，啊中文就中文啊，英文就英文啊。好，过来，大家看吼，这是课纲。啊，这是语文领域，你有看到讲，语文领域有3块，一块叫做国语文，好，啊一块叫做英语文，啊中一块叫做本土语文，好，啊你看吼，这本土语文下骹阁有手语，阁有新住民的语言咯吼，袂输敢若其他咧，咱分类分就无通个分，就家己放咧其他。新住民的语文是安怎是放伫个？咱的本土语文即个是安怎是放伫个咱的即个国民教育？真侪人会讲，真多人会感觉讲安尼是咧照顾新住民，但是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差别待遇。大家叫是伊是足好心，叫是咱家己足好心，而且即寡新住民的语言，就是安怎大家若知影讲，小学内面新住民的语言拢是东南亚的语言。啊，咱的新住民外国移民入来，会人敢讲啊东南亚，所以其实迄是另外一种差别待遇。不过我即摆无要讲这，我今日是要看讲好本土语文吼，啊，大家看哦。所以咱过去拢是安尼，你若是有咧参加即个中小学的活动，你就会定定听着一个讲即个国语、英语、本土语吼，
啊无本土语活动，一定嘛本土语活动，啊无有当啊是闽客语，念甲咱拢足顺的啦吼。啊，其实你要注意哦，国语，咱一直讲国语吼，大家拢讲国语，国语是一种语言，就是华语；英语就是一种语言的英语。啊，本土语咧，本土语下骹甲你分组，我先莫讲迄个新住民语言，就敢若安尼，就台语、客语、原住民。原住民语伊其实嘛毋是一种语，下骹有16种，吼。所以台语咧倒，台语是伫咧这规10种内面的一种尔。吼，但是大家要知影，伫华语来讲，台湾进前，就是国民党来台湾进前，台湾人是无咧讲中文的。啊，台湾人大部分拢是讲台语，差不多迄阵差不多将近8成的台湾人拢是讲台语。台语的母语者，啊，佫包括客人嘛会晓讲台语，吼，啊，因为迄就是通用语，你不管伫咧倒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迄个大部分的国家拢毋是干那一种语言，咱拢过去互迄个国语运动影响甲，迄毋是干那讲咱语言流失，咱对语言甲对国家一个国家的语言的想象，咱拢去互伊，去互伊拔掉的，咱拢叫是讲一个国家。就敢若会当有一种语言，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是多语言，啊，多语言的国家内面，伊拢至少有一种通用语，而且迄个通用语大部分拢是自然形成的，就是讲迄个所在上侪人讲的语言，吼，啊，但是咱拢袂记即件代志，吼，啊，所以华语来台湾进前吼，台语是共通语。啊，客语甲原住民的语言是族群语言，而且即寡语言伫咧日本时代，伊本来就是已经开始咧流失，啊，伊本来讲的人就较少。简单讲就是讲，若中文无来，大家要记，中文若无入来台湾，啊，假使咱即个二次大战结束，台湾是变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安尼，即马中文咧做诶所有代志，大部分拢是台语咧做诶。伊是看韩国，吼，所以咱毋通袂记即件代志。所以台语毋是族群语言，我讲族群语言就是讲，你是倒一个民族群诶人，啊，所以你就讲即种语言，吼。啊，但是中文就算讲无来，客话甲原住民诶语言嘛是需要复制。有我讲一摆。中文若无入来，台语袂流失，台语就是咱的通用语，吼啊！但是中文不管有入来无入来，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本来就是需要复制，这是无共的基础。迄就敢若讲台语就较像一个讲，已经大人啊吼，20-30岁，啊身体足臃肿的吼，啊甲2个细汉囡仔，吼啊，所以咱本来是迄个臃肿的人，咱本来会当。足独立的吼，啊会当家己自由自主，吼，即个一定要会记的。啊无吼，我想要一直强调即件代志，因为过去30年，迄个本土语，即个口仔记在咱的头壳顶，啊讲甲咱家己嘛袂记咧讲，台语是通用语，所以大家有敢有注意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大家较有本土语言的概念以后，足侪人就感觉讲啊，对，咱是岛屿，咱是岛屿国家吼。啊，咱爱去尊重别人的语言，但是你敢有发现讲，咧拍拼学客话、拍拼考原住民即个检定的人，伫本土考内面拢是台语啦。客话的人，伊敢会去讲咱大家来考即个台语检定，台语最要紧，其实无。吼，啊，我必须讲，因可能无歹意，因就是嘛是共款去学本土语即个口仔家己吼爱伊的头壳顶，所以一直感觉讲，哦，咱爱平等语言爱平权吼，啊，咱已经伊客话也是原住民语，伊感觉讲已经是足弱势啊，哦，恁台语足强势安尼，吼，其实就是像我拄仔讲的，咱咧思考的时候，你只要 zoom out， 你就会发现上大的霸权是中文。第二件代志就是台语是通用语，但是一直去互本土语即个口仔地啦。好，所以大家看。即个国语运动进前，吼，咱台湾有台语、客语、原住民的语言，但是台语是共通语，所以伊才有做台语嘛。吼，啊，但是国语运动以后，
台语规个去互中文取代，而且台语的名去互叫做闽南语。但是你看客语甲原住民语的其实无变，伊的状况就是安尼。喂，你等，后来，所以即摆就出现即个代志，吼，语言并权，一直咧，咱有即个语言并权的观念是当时开始，就是咧杀本土语言的时代，吼，迄阵咱是要甲要对，咱的对象是啥？是中文。对无？吼，但是即摆变做是，即个语言平权变做甲咧本土语即个壳仔内面咧画，吼，就是讲哦，阮客语吼，讲客话的人遮少，吼，恁华语较侪人恁百块，就变做是即个壳仔内面，家己咧讲平权，到尾啊，就是一个最讽刺的现象，就是大家拢是台湾人，所以你袂使讲台湾话，是毋是？大家想看敢是安尼？吼，只要一个什么场合内面有人讲台语，定定就会下口就会有人讲。那我们客语呢？你是歧视客语吗？一直到周日，吼，立法院迄个代志，一直有人去你讲话嘛。我嘛是咧网络有看到有人少年人，吼，伊就讲，伊是客人，吼顶悬吼，大家拢讲台湾话，伊去你讲客话吼，下口的人无啥欢迎，伊就感觉讲人就是咧歧视客语。但是下口的人听无客话，毋是因为歧视客语，是你咱甲想一下，你去想中国就好啊。中国人若是一个毋知啥物，反正较细族群的人，伊讲伊的话，别人听无，人是歧视他，就是拄好就听无安尼尔。也是讲你甲即个角度放较大的，吼，你讲一个国际场合讲英文，吼下口不管啥物国人听英文听有的人上多嘛。你咧顶悬，你若去你讲一个，比如讲希腊语吼，大家就无欢迎啊。因为这就是足正常的情形嘛，吼。但是因为迄个本土语，即类吼，即个分类30年，所以足侪人正经就甲即个语言，把本土语算做一个壳啊，伫内面相搭，是讲伊咧内面做伊咧实施伊家己认为的正义。自以为的正义，好，所以我爱讲一摆，真侪客语也是原住民的朋友，因来对台语的即个无友善的态度，有诶，我当然嘛知影讲伊是调侃，可是有诶人伊正经毋是歹意，伊正经就是伊咧即个实践语言正义，好，所以即个问题是咱政策应该爱做，是政策互因有即种自以为的正义。好，过来，福建甲推广吼，咱定拢有听讲你推广台语，你咧推广啥吼？你是福建是啥？你恢复吼，推广是讲我新的物件要送出去。但咱即摆的做法，吼，你看咱的政府有客委会，有人民会，是毋是应该是所有的即个县市政府，伊嘛有客委会，嘛有人民会，伊的即个。有成为一大部分是为中央客委会会去的，像拄仔迄个处长就讲，迄个无台语的即个专职单位，所以因文化部要送，迄地方政府无爱参与，就无爱参与。我要讲的就讲，是安怎？每一个县市拢有客委会、原民会，迄就是咧做推广，迄毋是福建。等下，若有时间，我才互大家看一个统计，若无我就即摆先讲。1915年的迄个统计，日本政府做的迄个普查内面吼，迄阵我以台南来讲，台南的客人比例敢若0.偌济趴，你知无？1%，0.1%。吼，我想来讲，因为以后我毋知影感觉为虾米即类的统计。但是迄阵你就知影讲，你就是知影讲，所以即个台湾的客人，出现啊，好，安尼看后一边，毋是即边，毋对，搁后一张，过来，大家看，台南厅吼，即个统计，台南是毋是敢若0.1%？客人上多的所在，伫咧桃园甲新店。还有就是屏东吼，
啊，上侪嘛是甚至上侪67%，但是大家看吼，为正面看过来，虽然是67%，来就是新竹内面有67%的客人，啊是即寡客人内面，因有17.2%嘛是会晓讲台语。即寡统计就是咧甲你讲，台语是通用语，好，我会当转去拄啊遐，好，所以我就是要讲，迄就是甲复习、甲推广，拢难到底。我之前阁看过一个民进党的立委，我先莫讲伊是啥，啊，伊咧立法院质询咧，立委咧质询，你是毋是应该爱去甲即个官员问讲这啊，伊咧质询客委会的主委，竟然是甲伊开始甲伊讲，啊，迄个立委是讲台话的人，但是伊就去学几句啊客话，啊，甲即个主委吼，甲伊挨杀子，啊，讲啊，你看我客话讲好，讲了安尼好无？转来，伊搁紧甲迄个主委讲，我任内吼，我替恁客委会争取嘿，吼，啊，迄位主委就甲伊多谢，即个毋就是吼，啊，是安怎会安尼？其实嘛是即个政策已经歪路了，伊即摆讲就是歪路，甲推广甲复习拢难到底。啊，所以明明有一寡所在，大部分的所在，伊明明伊是客话的所在，伊毋是迄个。咱讲迄个物种的服用吼，就是起地车地的概念吼。明明客语伫咧台湾，伊是有区一时，吼，所以有客庄嘛吼。伫咧即寡所在以外，其实本来就无啥客话的环境，啊，咱硬要杀，就杀甲足奇怪。啊，就是敢若讲，你即个土地，你本来是敢若会当种，我嘛毋知啥，种稻啊吼，啊，你硬要踮咧遐种。番麦，吼，我毋知，这个比如对无吼？啊，你就种袂出来啊，吼，就是即个所在，伊就是敢若会当生这，啊是讲，像我最近我，对，海稻啊死了了，吼，啊，搁去冒啥？我嘛讲你想安怎？我遮就发袂出来，本来即都毋是你的即个土地啊，吼，所以即个是足重要的，就是讲重要的问题啦，吼，足严重的。但是我感觉足少人注意到这点。咱咧做的是台语的复习，咱毋是咧推广。当然，你会当推广新的物件，才会推广，譬如讲台语的书写。但是咱先爱做的是台语爱复习，转来你才推广。好，啊，再来第四个问题，想强调文化甲传承，吼。啊，就咱的日常生活就无即个语言，吼。啊，我拄仔讲过，本土语即个概念，就是差不多是90年代迄个时阵开始的。啊，大概是90年代迄个时阵，我20岁，所以就是讲20岁，而且我是咧台北市，就是讲台北的囡仔本来就是台语落较紧，所以拄仔毋是咧问讲，陪朋友安尼问讲，啊，你小学的时阵吼，去用讲台语去老师处罚，我就无啊，因为迄个时代早就已经台北 KPI 早就达标啊，吼，我是台北，我是市区的，我阁比迄个委员阁加足侪岁哦，啊，我阁捌拄加阁加我3、4岁吼，伊是民生社区的吼，遐拢全眷村的，伊嘛无啊，吼，好，我要讲的，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伫咧90年代，台湾大部分的人。啊，阁是会晓讲台语，就连我即种诶吼，拢已经有捌经过互处罚的年代诶人，我嘛会晓讲台语。所以迄个时代，确实是逐个感觉讲，咱即摆会紧做吼，啊无吼，以后这台语就会流失。啊，所以迄阵才会想讲，咱咧学校教囡仔，吼，即寡爱做。问题是已经经过30年啊呢，30年过去啊，那囡仔阁袂晓讲。比我较少年迄寡人吼，伊30年来伊嘛无啥咧讲，所以即马本土语、台语的即个复习袂使干那放伫个文化甲教育，但是咱的政府就是一直干那甲台语互文化部做，啊无就是教育部的上课，啊而且迄课程佫足少，吼啊，逐个想看觅，咱的生活吼，食衣住行。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是讲一个什么新生活运动啊，什么运动要加娱乐里嘛，对吧？对吧？是毋是新食衣住行？啊，即摆咱甲台语放伫咧尾啊，加入来娱乐，这是毋是娱乐？对吧？你爱买票，你才会去看表演。
你才会去。大部分的人无一定大家拢会重视娱乐，但是一定要食衣住行，对无？所以我感觉咱即马政府袂使讲，互即个台语干那囥咧娱乐、囥咧文化，甲即个教育，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即马是阿公阿嬷嘛会晓讲华语啊，你搁甲囥咧教育甲文化。语言就是讲台语袂使干那一直囥伫讲台语足水迄是咱文化的传承。迄毋是若是咱文化传承，迄是咱国家安全，迄是咱性命、咱的即个生命的安全的。你搁家己囥伫咧文化的传承，搁讲迄台语，干那咧讲台语水，爱甲它表演，像迄只要紧，但是你应该爱咱应该互伊转来到咱的生活自然的使用，伫咧公共场所嘛爱使用。所以我具体建议第一，我感觉语言的复振爱有以地区毋是个人，我想来讲这咱拄好讲着讲，即个咧学校内拄啊教育部的迄个署长是无？伊嘛讲，咧学校内面嘛是希望讲会当用即个母语，系本土语，因为你话你有注意听，大部分人是讲本土语，伊甲本土语当做一个实达，敢若内面拢无啥物无共拢一个同质性的即个类别来讲，但是明明内面个问题遮大教育部的署长伊嘛讲，即摆是拢希望鼓励学校会当用本土语来教学，毋是干那迄门课，问题就来譬如讲，伊意思就是讲，你用台语教数学还是讲你会当用客语教英文等等，若一个老师讲好我会当用台语教数学，我今仔即节课我要用台语教数学，是毋是就会有人讲，那可以呢？我是选客语的阮兜是讲客语的我的本土语言课嘛是修客语的安尼，所以这是毋是又到了我拄仔讲的，大家拢是台湾人，所以袂使讲台语，是不是又回到这个问题来还是讲有当各位若是家长，你咧差不多8月底的时阵，还是讲下顶学期尾的时阵，老师就会互你一张单讲，恁囡仔后学期你本土语你要听倒一个语言，有无内面就几啊10种，几啊10种，因为迄个原住民语就甲你分40种，因足侪。开学以后就开始有一寡较有语言平权意识的家长，伊就会开始咧即个社群媒体就写讲，我的囡仔是，我的囡仔阮住台北市，譬如讲大安区，我的囡仔想要学即个泰雅语，学校就找无老师。就开始一直骂迄个校长，讲校长来歧视我们原住民语等等的，校长就歹做的因为讲即种语言的人本来就足少，而且即个所在就毋是即个语言的栖地起地，即个政策敢若是咧为难校长尔，就是政府甲即个问题带去学校，伊就不管迄校长就足歹做，而且安尼做的问题就是讲。会甲咱语言复振的即个资源拢分散，所以我感觉语言复振应该是爱做以地区来做分类，而且虽然我拄仔讲台语是通用语，但是目前即个情况，我甚至会当接受讲在客话的所在，客话区你就去杀客话，讲台语的人，我去遐我就爱学客话，我感觉应该是爱安尼做，袂使讲讲起来拢就好听，一个都不能少。你家里讲什么？我们每个孩子的什么母语都不能断，你安尼走，你每一个都断了。大家都在说中文。过来，就是讲，咱一定要有台湾台语有共同语的地位，就是我拄仔讲，所以，我感觉这应该要政府要有足具体的宣示，而且应该做。咧正式的场合，这个。若是就是头人啦，你嘛无一定政府，但是政府有行政权因开始做别人就会跟做，有影响力的人，伫咧正式的场合，特别别人看到你毋好惊讲台语，而且嘛爱互别人知影讲，你听无台语，毋是因的问题，而且佫一点最要紧是，其实听有台语的人比咱想的加足侪，真侪少年人嘛是安尼。你就是伊袂晓讲台语，伊嘛甲你讲我都不会讲台语，
这我足有经验的啦。我咧学校教学生，拢是18岁入来，逐个嘛咧甲你讲，我不会讲台语，我台语不好。啊，其实我拢一直甲因讲，拢嘛伊听拢嘛 OK。啊，尾啊，拢嘛加减拢会晓讲，是加减的问题。你环境互伊啊，拄入来1年的学生，因就是过去拢无环境，伊入来了，一直互伊环境到尾啊，拢嘛是加足好的。好，过来，这我拄仔讲者，袂使让有娱乐。好，所以我感觉咱目前的每种语言定位顶悬，就是我拄仔讲的，中文才是唯一的高阶语言，啊，即摆佫加英文入去，啊，其他即寡拢是互伊囥做其他类，啊，拢逐个拢食同一碗饭就对，毋若食同一碗饭都爱食饼，无较大汉的需求，较侪佫叫你食较少。好，咱即摆做法就是甲即寡拢甲伊压做变悬变做，迄是袂使的。吼，啊，我认为应该爱无即种观念颠倒是爱做变的吼，逐个拢有无共的定位。啊，台语是共通语，啊，中文我知影讲嘛，目前咱无可能无可能甲伊赶走啦，但是至少台语甲中文拢是共通语。啊，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吼，因是有地区性的语言，伫咧因的册地、因的起地去发展，共款伫咧遐嘛是爱食衣住行，袂使干那娱乐。啊，英语是重要的外语，重要的外语咱嘛爱会晓，吼。吼啊，这是其实是我的一个过去一个导师啦，吼，就是讲咱希望台语会当人拢会晓讲，事拢会当讲。四季嘛，拢会当讲吼，这才是咱台语，才是正常的发展，毋是干那文化加即个教育。啊，上尾后要甲大家讲，就是讲，恁对关心台语的人，你可能会感觉讲，敢若足侪人拢咧写文学作品，敢若会晓写诗，我才会当算作是台语人。无吼，诗也是文学作品，迄是讲有兴趣的人，迄就是我讲的娱乐。但是你若是对这无兴趣，你无感觉讲你就无资格吼。台语言就是讲出来，咱自然讲就 OK 啊，吼。啊，才有一个 QR code 就是这篇文章的这是导师尔啦，毋是啥物正式的文章啦，吼。啊，就我的导师，啊，逐个若想要看较详细，就去扫这个 QR code。好，啊，我讲到这，多谢大家。好，咱感谢咱的邱慧茹教师吼，听伊讲半点钟就比起即个上即个规10点钟的课吼，佫较有感觉对台语的明白佫较深吼。啊，阮遮有一个牌啊，这是某某做的吼，顶头都有写着吼。其实台语用就是根据即个卫生部的统计吼，这上新的统计吼。下次你分享一个新闻。目前即个台语哦，即个主要的即个使用的人口吼，31.7%吼。啊，来第二个，感觉伊讲是第二个主。即个表伫咧32啊，对，大家当看一下吼，32。主要的即个使用的人口是54.3吼，所以拄啊，回应拄啊。孔慧茹教授甲某某所讲着，就是讲咱台语的发展的即个基础其实是真好诶，只是讲用某某的话来讲，大家拢甲放伫咧拖仔内底吼，啊你甲放在内底，无爱甲摕出来用，也是讲你无迄个意识，也是讲边仔的人吼无甲你做即个交流分享，你毋知影其实伊嘛是台语使用会当能力真好诶人吼，啊，就以我家己做咧吼，因为。孔慧茹教授的查囝吼是好宝嘛吼啊，就是因为我咧有心的时阵吼啊，看到好宝，伊会当转台语吼，互真正足好诶吼，就亲像拢会看到日本时代诶我诶阿公阿嬷迄种感觉，吼我家己感觉足感动诶吼，所以就是对我开始我伊伫诶长时仔伫我巴肚内底，我就开始甲伊讲台语吼啊，这就是一个足好诶咧，就是你身躯边诶人会影响受到你诶影响。所以逐个人爱搁拍拼去做，他想讲啊，我家己拣一个人。啊，拄啊，孔慧茹教授讲到即个重点，第一个就是4个问题吼，逐个嘛拢有做笔记，就是本土语的地位吼，目前吼就是台语嘛无提升吼，台语是通用语，毋是族群语吼，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哦。啊嘛，请咱现场的友谊吼，开始去推扫即个概念吼，因为即马目前吼有足侪错误的一种对台语的熟悉，其实是
拢是甲伊当做是族群语吼。啊，第三点就是即个福建吼，毋是推广，咱是咧福建伊原本的即个伫咧台湾通用语的即个地位哦，毋是去推广即个语言利益吼，毋是做推广，抑佫有就是爱强调吼，毋通去伤强调，就是文化甲传承本来是真重要，但是就会去脱离伊原本日常生活伊咧互使用诶迄个情景安尼吼。啊，过来遮几个建议吼，就是第一就是语言的福建吼，爱为即个地区开始，逐个人斗阵做，就亲像讲，我看着好宝吼，大夫讲了好着吼，我嘛就了，阮兜上时嘛开始讲啊，逐个人吼，爱亲像大夫咯，因逐工咧做代志嘛是咧实践即个概念。也佫有伊诶，即个台语诶，共同句诶，即个地位吼，咱来去甲伊吼，认真去看待吼，也佫有即个语言诶政策吼，无应该干那限制伫咧文化部甲教育部，内政部嘛爱做啊，对无吼？因为内政部就是通用语诶，即个规划啊，等等诶，交通部嘛爱做啊，就是目前哦，对即个交通工具吼，遮诶一寡部伊嘛拢有足侪错误诶吼，即嘛拢爱整个诶，即个政府吼，无共款诶部会吼，拢爱去甲做吼。好啊，咱真感谢即个柯慧伦教授吼。好啊，慧伦你要补充遐好。因为拄啊，佫有可能佫有2-3分钟，因为我有准备这位是讲有时间我再来讲吼。我拄啊看着讲日本时代刚看着讲迄个台语就已经是通用语啊嘛。啊，搁这是一个吼，即摆就像人讲，外省人不会讲台语吼。其实台湾所谓的外省人有真侪是一半一半，啊，就算讲伊毋是一半一半，咱所谓外省第二代差不多即摆40、50、70岁啦吼。啊，因成长的环境内面，其实就是因的除非伊是咧眷村拢无甲外界接触，啊无吼，因拢会晓，真侪人拢会晓讲。这是1993年的一个统计啦吼。啊，大家你人看着讲中遐，你看迄阵就开始咧讲闽南语啊，因为迄阵就开始感觉讲，讲台语好像很霸权，咱台语人迄阵家己嘛是安尼感觉嘛吼。啊，大家看讲，讲闽南语的比例吼，客人吼，伊遮是另外第一代、第二代是缀外省人来看吼，第一代外省人有39.7%会晓讲台湾话，到第二代已经到58.7%吼。啊，但是你看即个下骹客话遐吼。会晓讲客话正经是客人，吼，因为伊就是族群语言啊，这无像较对，像较毋对。但是你袂当讲我是族群语言，你毋是，所以你罢看。好，过来后壁，好啊，这吼，另外，我遮有一个 QR code 吼，大家嘛咱去扫一下，你去 Google 就有吼，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吼，这是目前上新的统计嘛。咱先简单看几个就好。伊即个吼，下骹伊迄个调查有7万外个吼，7万外个人。啊，大家看讲即个问题讲，你细汉头一个遐讲诶吼，台语会较侪，啊，搁来后一张，吼啊，你厝内主要讲，你看着顶悬一个青四个，早4个是华语，青4个是台语，伊问题有足侪。啊，咱来看上尾一张，因为我这里的上尾一张。好，遮毋是综合的迄种，啊着，你看，我就是甲伊所有即寡统计吼，我甲伊找出来，你看，就是敢若草4甲青4吼，就是敢若即2条尔。啊，客话有诶所在，客话有小可较侪一个先上左上迄个，迄就是讲你细汉是第一语言，所以客话是本来伊诶基础就较细，这是我一直咧强调，伊诶基础本来就较细。毋是伊好也毋好，较细有就是细语言的发展，吼啊大是大语言的发展。我刚才是要讲，所以台语是有基础的，基础嘛搁伫诶。足侪人咧讲，咱诶讲语言福建时，拢会讲欧洲倒一个国家安怎，但是咱甲因有一个足大诶无共，就是讲咱诶迄个母语人，母语人咱是大概45岁以上。啊，阁是 native speaker， 咱阁有2-3个世代 native speaker， 咱毋是讲规个拢死去才要家己救的，咱无，吼，所以应该爱用即寡，会当互即寡人吼，甲因的台语讲倒转来，吼，这是上要紧的代志，吼，啊，上尾一个，吼，你看实际使用的情形，大家看吼，迄个上倒边迄段吼，你家己感觉你的母语是啥，安尼吼，啊，但是大家你看。
细汉时头一个遐讲的语言，拢逐个拢无啊。但是正平过去，差不多剩台语搁加减有一寡，吼，马祖话迄有一寡啦吼。较剩你看客话过去，差不多拢咧讲客话，刚开始甲白语，吼，才会讲客话，原住民拢咧讲华语。所以目前基础就是安尼，因为台语就是因为过去是共同语，所以目前基础搁伫个，但是咱拢咧吃老本。毋是讲即摆较侪人就袂要紧，咱咧吃老本。咱看咱钱都开都已经老到伫要还，咱都毋经保费，搁叫是讲迄咱就老甲剩甲人差不多。无客话伊老的程度，甲咱老的程度无共，因为咱本来较侪岁啊，咱已经老足侪趴，老大部分拢老去啊，哈？对啊，咱大港咧老的啊，吼，所以大家一定要毋通搁去想迄种。齐头式的平等，也是干那伫咧本土语即个口啊，咧讲即个语言平等，而且上好就是甲本土语即个概念甲提起来，已经甲咱绑足久啊。好，以上。好，感谢许多教授的到场。今仔日阮这堂台阮也有准备一段影片吼，这是咱小等的舞台里啊。我想讲卖房，海边咱卖房。卖房是伊即阵的即个用台语即阵的画面啦吼，就定贵啊，感觉讲就是即马咱的政治家侪拢开始用台语吼，来做即个即阵吼，对，这是日常哦，就是有影是去实践日常，台语是咱的日常吼。咱即马是毋是邀请咱两位有台宾吼来到边坐边台宾安尼吼。跟我们口语教学，培如吼，咱的陈培如，啊，到咱的黄淑君议员来拍声，热情的拍声。咱现场拄好即超好的吼，但是热情的拍声，咱欢迎黄淑君议员。其实我拄仔在听考教授咧讲的吼，我拄仔好出世伫个1989年，所以我感觉好佳在迄个时阵有在推动，别人讲推动，应该讲咱这个拄仔咧讲的迄是福建，咱的台语文化，所以迄个时阵我是伫咱有上着即个乡土教材，去培囡仔啦。啊，当然即摆其实咱伫新北市议会拄仔为啥我讲卖放，就是讲迄个时阵我是来质询咱的。即个高市长想要甲伊讨论讲，高市长我叫高市长，比人讲高共款。就讲今仔日，毋是讲我讲毋对，是我打从心里认定这件事情。但是为虾米吼？我咧质询伊的时阵，为虾米原本我想要放即个影片，是因为伊有显现一个问题啦，是啥物问题？也就是讲，迄个时我咧甲伊讲。禁水式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讲，咱即摆有诚侪家庭，我相信在场有诚侪先进哦。恁的家庭内底是自细汉囡仔出世就是咧讲台语，所以伊其实听无华语，伊嘛听无其他的语言，伊就是拢在用台语咧对话。所以即摆遮的囡仔若是去学校以后，伊咧上课的时候，伊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伊爱重新学习一个语言。咱台语录的好朋友就甲我反映讲局长哪会安尼讲话？结果因为迄个时阵，咱的高市长就甲我保证讲113年的时阵，也就是即个学期开始，咱就应该有机会来推动浸水式的教育。但是伊并无也就是讲，为新北市政府所认定的浸水式教育，只是伊的语言上课，有50%啦。也是讲，伊即摆若是咧上课的时阵，伊用着台语来上课有50%，伊就叫浸水式。但这甲咱所认定的浸水式是完全无共款的。我有看到咱较早新北市的好朋友，所以伫即个状况之下，今年度伫咧后半年度的时阵，因为即个质询的影片是伫咧顶年度差不多5、6月的时阵我质询的。后半年度我咧质询的时候，我就更加要求。浸水式的教育应该要由幼稚园开始，所以即个时阵，阮会当看到就讲，就是像拄仔这个教授在讲的伊有区域式的问题，像我伫新北市邦桥区，
基本上无可能每一间学校拢推动这浸水式的这个教育，所以阮会经啥物款的社区咧，我甲大家报告。小囡仔咧安排的社区，基本上迄个学校的伊的学区爱是旧社区，伊袂当是新起的大楼，所以我无法度伫新办地区吼，个新版特区去设立即个浸水式的教育迄个上课的环境，我为旧社区开始，刷落来，阮嘛爱去培养着这个台语的上课的老师看要安来找着这个囡仔来做认定。所以这老实讲，这是我伫新北市所发现的一寡问题。上主要的是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是啥物？也就是讲，咱的评议代表包括我本人就是阮本身并无对咱台语的推动文化有更加深的认识。虽然我是一个台人囡仔，所以我自细汉我就讲台语，但是我并无受到台语文的教育，所以老实讲，我是看无台语文的。但是伫即个状况之下，我伫新北市咧质询的过程当中，新北市有64席议员阮伫教育审查委员会，阮有11席的议员，民进党占3席。结果其实咱民进党虽然占3席尔，但是因为咱有诚侪咱的议员嘛是拢会晓讲台语，但是有另外一个议员伫审查预算的时候，伊就批评这台语文。伊讲伊毋知影为虾米即摆囡仔上这台语上课的时阵用台语文，伊连看嘛看无。伊感觉安尼推动是反效果。伊建议讲爱废除，但是伊若是无正确认知，这老实讲，伫新北市议会咧质询的时阵会出现足大的问题。好你家在我伫现场，所以我会当讲一寡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我感觉。今日大家拢伫遮上课，我就感动的。但是我上主要是讲，其实我伫台语文的学习，包括台语的推动的路上，其实诚侪是受到在场所有的前辈的影响。就讲恁甲我教讲，即条路要安怎行？阮伫新北市议会咧质询的时阵，阮甲有法度真正会面对现实的问题去质询咱的市长甲局长。所以第二点就是讲。上主要，因为咱即马迄天我嘛有咧甲咱台语落咧讨论，讲要来成立新北市台语委员会即件代志，互伊变成一个专职的单位。当然我即个时阵我嘛爱想一寡更加甲伊思想，就是讲，今仔即个委员会成立了后，第一成员是啥物人？第二咱要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即马即个部分，我甲台语路这协会，阮搁咧讨论，嘛毋茫讲在场有诚侪咱的先辈，咱随时甲小囡仔讲。这未来到底要安怎来进行咱来成立这个委员会。当然，这委员会就成立伫咧新北市。我甲大家报告，新北市绝对是足有基本基础的，咱去复振咱台语文化的一个所在为虾米？因为新北市有7成的人口拢是来自南部，所以咱的时代，包括我即下呢，阮来自南部的囡仔，阮的基础第一接触的语言就是台语。阮教阮的时代讲话嘛是台语，甚至阮教阮的囡仔讲话嘛是台语。但是新北市煞无即个环境我就像拄仔在考教授咧讲的，无共款的区域，伫咧语言的复振环境有无共款的问题，包括像阮新北市有一个上特别的区域，伊做语言的复振非常的成功，是对一个欧来欧来，因为伊咧做这个泰雅族语大家的族语伊是自幼台面就全部拢是讲泰雅族语，所以这个阮在审查医生的时候就看会出来啊。包括即个我在特别审查医生的时候，我嘛甲大家报告，过去可能咱台语的这50%的上课的学校，可能只有个位数啦，10支针头算会出来，但是即马已经突破啊。所以我感觉伫身为一个民意代表，阮在审查预算的过程当中，预算就当反映出来讲，到底这钱用喺倒位，定喺促进这台语文化的复振。我嘛最后甲大家分享一个，新北市邦桥区文德国小，伊咧做咱语言的复振非常的认真。所以迄天我去参加因家长会时，我有看到诚侪囡仔，我就是甲用台语甲因讲话，大部分的囡仔拢听有。当然伊嘛会晓一寡会晓讲的，伊嘛会甲我有一寡反应。但是我感觉即个互动是足重要的。这以上我嘛甲大家分享，就是我伫新北市打拼的这段时间的成果。感谢大家。多谢议员辛苦嘛，嘛再继续去鼓励希望伊会当
继续吼推销咱的即个台语哦。啊，咱即马是请咱的委员替咱做一寡舞台。感谢大家吼，我先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头拄仔文化部的处长有大家拜托一个代志，大家会记无？伊讲阮12月30号要审预算，真正伫咧迄天因为文化部的钱吼足济啦吼，啊文化部要互迄个国民党要摕来交的代志嘛足济啦吼。大家拢知啦吼，我著莫伫一项一项讲，其中一项就是咱台语的政策吼，就是像咱头拄仔讲，因为咱无咱家己委员会，所以咱即马大部分吼台湾的行政院内底业务，若甲台语有关系，拢伫咧文化部甲教育部。但是头拄仔迄个司长吼，伊要离开之前，伊甲我讲，委员，迄毋是我的，迄毋是阮的部会啦，迄是国教署啦。就是讲终身师甲国教署吼，因的分工，因的。代志要安分吼，啊，代志是啥爱做，是啥爱去管，其实伫咧内部吼嘛有做讨论的。好，咱倒来文化部，所以我拜托大家一件代志，你去找咱伫咧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立委，伫咧12月30以前去敲电话甲咱办公室讲，叫伊莫动咱台语的预算，因为呢，迄顶礼拜阮拜几伫咧内政委员会相拍，我袂记啊。阮逐工拢咧相拍，所以我袂记。反正阮有一天啦吼，伫咧内政吼，阮无法度去审文化部的预算，但是阮一个互考转去，就是因为吼国民党咧动咱足侪预算吼，啊，迄一台拢台10%至20%，吼，议员已经知迄足恐怖。啊，其中吼，伊就甲咱呛声讲台语甲转型正义部分，吼，叫咱传咧等，吼，爱大家听有啦吼。啊，你去演书找看觅有柯志恩。有，我袂记有啥，万美玲、洪孟凯、吴春成、葛如君、林倩琪，还有谁？啊，我唱一首歌，大家就知道他是谁。八字，叶元之啦吼。大家后摆看到叶元之，我迄天看到叶元之，我就唱回家讲，最近有一条歌就适合你的，伊讲啥物歌？我讲八字，伊个听无呢？大家听有无？八字要八字，大家听有无？伊讲怎啊听了安尼面色怎啊足袂爽，伊愈无欢喜，我愈欢喜，所以后摆大家。这条歌是阮囝甲我教，阮囝甲我讲，妈，你在一场会看到叶元之吗？会啊，妈，我教你唱一首歌。八字，我说这跟叶元之什么关系？妈，你和我唱八字，要扒他，要认真扒。好来，叶元之就惊啦，好，我跟你讲，好，因为下面来台湾的医生吼，因为进前我伫咧梨花院吼做一个质询，大家记得进前迄个黄仁勋。伊来台湾的时阵，是伊四个咧演讲的时阵，去西亚市的时阵，伊是拢讲台语。迄当阵是逐个拢讲哇，原来台语会使讲甲遮好听，会使互一个全世界上有钱的科技大佬讲甲遮好听，对无？逐个迄当阵咧讲，我嘛晓讲台语，我嘛是台语人。我就甲迄个摕去梨花院质询，文化部，咱来看者。我就是因为即个代志发生了，我较来要介绍的代志来。刚刚拿出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话，民进党立委就问这是什么语言？他讲的应该是台湾台语嘛。好，你看你也说台语嘛。主席，我可以冒昧问你一下，我好多来讲什么语？台语。文化部教育部口径一致讲出台语2字，立委陈培瑜秀出数据，有85%以上民众赞成，认为应将闽南语证明为台语。不用特别去把它变成大陆语言，就是大家使用方便，我们是大家看多政治化。好，这样的话，大学的这个好来，王宏威来听看王宏威，因为民生社区的王宏威相关的科系上面。都已经把它变成是台文所或台文系哦，我想这一点真的没有什么证明的一个必要性。就连自家立委认为，对语言不需要特别区分，民众学者各有不同看法。唔免，大家若讲会晓了解就好啊。伫文化部嘛已经定位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语
真侪种拢已经是咱的国家语言嘛，所以我感觉讲用台湾台语是非常正确。一个证明运动引起两派论战，就是强调会在1个月内提出报告，是同样用字。就是恰到咱老师讲的啦吼。对这件代志，其实咱内部嘛就是讨论对无？大家拢无一个共识啦吼。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代志了，就是像头老师讲的，开始有足侪所谓客家大佬吼，就打电话来我的办公室，甲我抗议。啊，抗议了，搁做一件代志，搁惊大家毋知，搁写所有的批示去所有立法委员的办公室，所有足侪立法委员吼，本来无看到这个新闻啊，我嘛无遐尼清啦吼，伊啊向大家拢打电话讲。为什么大家拢咧甲你搅这件代志吼？所以迄当中我就是有来问某某啦，我讲为什么这件代志会被做安尼吼？啊，迄当中嘛有足侪台语的老师打电话给我，甲我鼓励讲你莫烦恼，其实这是有足侪统战的问题，大家敢有相信？嘿，为什么这甲统战的问题有关系？其实我迄当中我家己大家承认吼，我迄当中佫有淡薄仔戆戆，我想讲这甲统战有啥物关系吼？但迄天暗时的时阵，就足侪儿少代表吼传一个直播的连结互我，是啥物人你敢知？黄国昌，奇怪咧，我遮尔细卡，黄国昌有啥要讨论我呢？就是足侪客家大佬敲电话甲我叫，啊收到足侪配料咧，黄国昌第三工，所以因咧一步一步拢有咧操作。黄国昌就开始伫咧直播甲我叫讲啊，我陈佩瑜搞分裂啊，陈佩瑜安怎。我想讲奇怪，黄国昌你啥物时阵在关心国家的语言政策？这跟我熟悉黄国昌无啥物共款吼，甲恁熟悉敢有共款？无共款啦嘿。啊，我著详细看迄直播，我著看有啊，著真正有像一个老师敲电话甲我讲，迄其实后壁有中国的力量，因要一件代志吼拢收转去。但是咱会记哦，教育部内底写闽南语这件代志，当初是谁来定的？但是嘛，有真侪老师讲，咱当时咱台湾人足侪人嘛接受呢，对无？大家若等去迄个时间的背景，就是确实讲，迄当阵咱无发现讲，原来这件代志会造成即马遮尔大的冲突。但是我要甲你讲，我伫咧立法院感受到的是安尼啦吼。若见报有即种代志若出现的时阵，我的办公室接到电话吼，真正有够济啊！济到我的助理迄工拢会排班吼，今日几点？9点到10点外哩，10点到11点外哩，12点到1点外啥啊？拢是咱客家的朋友拍来，非常非常的团结。啊，你叫伊留电话，你叫伊留名，有咧，拢有留呢，拢是真正的人诶，吼，毋是假账号呢，吼，安尼有厉害无？所以头拄老师在讲的时阵吼，我的笔记本我就写吼，社会沟通的成本有多高，真正就悬呢。但是我感觉咱毋是无团结，是咱。其实咱是像老师讲，咱因为是70%至70%至80%，所以咱无想到讲，原来咱嘛爱去敲电话，原来咱嘛爱去写批，原来咱嘛爱办论坛，啊，咱来办这个活动，再互这做政治的人知影讲，这件代志最重要。所以刷落来时间，爱拜托大家吼，不管是伫咧新北市吼高市长啦吼，还是伫咧中央政府，还是伫咧大的官司吼，真正爱足拍拼，足拍拼。甲所有做政治的人讲这件代志其实无遮尔简单，因为若真正像即个前辈甲我讲，伊后壁有统战的力量，啊有黄国昌搁伫你头前讲，啊有遮尔侪政治人物，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情况都是会愈来愈严重。所以第一件社会沟通的沟通，家己讲沟通，我真正讲了袂歹吼，沟通的部分爱拜托大家甲阮斗相共啊吼。过来老师头拄有讲吼。伫咧韩国的时阵吼，产官学会议拢开做伙。我甲大家报告吼，我伫咧中央发现有一个问题，咱的教育部拢无伫吼，咱的教育部甲文化部吼，你若去甲伊讲产官学吼，因拢会惊一件代志呢，啥物代志？啊对啊，你厉害，无怪是阮政治辈学姐，因若听到产这里都是惊图利，听有意思无？官跟学。可不可以对话？会使啊，产卖来吼，所以拢甲门关起来。但是咱来看韩剧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个现象吼，头甲大家讲，我甲迄个韩国罗 PD 是好朋友呢吼。因罗 PD 甲阮讲吼，因咧做节目的时阵吼，因咧想的代志就是要互全世界所有的人听好哦，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爱上韩国。
所以毋管伊用啥物方法，互你用食的、用穿的、用化妆的吼，拢要互你感觉讲韩国 No.1。所以你若去看韩剧吼，大家毋知有注意到无？你后摆你今日等你帮我看一出韩剧，凊彩韩剧拢好，因为讲，你来到首尔，你就讲首尔腔了呢，哈。例如说我来自釜山哦，我的偶像金敏吼，来自釜山。那你因伫釜山讲的韩国话，去甲首尔讲的韩国话无共款，吼，有的腔的问题，有的是发音的问题，有的是迄用力的问题。但是伊的挑工伫韩剧内底搬一段，为虾米？伊要知影，互你知影讲，伫阮韩国吼，不管你是釜山腔、首尔腔，还是济州岛腔，每一个拢非常的重要，拢非常的水，拢非常的好听。基本上伫韩国，因拢是安尼尊重彼此的语言吼。但是伫台湾，我感觉拄着上大的问题就是，咱有尊重别个语言，但是别个语言无想要尊重咱。但是所以我讲，迄个社会交通的成本真正足悬的，所以煞来要做的代志真正足困难。吼，啊，过来文化部真正拄着一个足困难的代志，我嘛爱甲大家报告啦吼。文化部真正会敲电话来甲阮拜托，我若收到10张批，因就差不多100张；啊，我若10通电话，因就差不多100通电话。吼，啊，我来办公室100通，啊，你会使想看卖文化部的啦，然后1000通。所以当时咱伫咧华山毋是有办一个论坛，啊是毋是去到现场有足侪人咧抗议的，啊因嘛毋是安尼尔吼，要甲大家拜托，因会敲电话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叫即件代志，啊迄当阵人默讲啊奇怪，啊咱要敲电话无吼？咱哪有要敲电话？无呢，我毋是叫大家去敲电话啦吼。咱敢爱敲？一个化工，我来化工，咱在场的大家人一人敲一通。无，我是感觉讲，啊，咱日常的代志就足无用啊，吼，啊，人伊是有收钱去敲电话，啊，我若无发钱互大家，我哪会使叫大家去敲电话对无？我一定去敲一通电话500块对无吼？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代志咱真正足困难吼。所以对我来讲，敲去党部，敲去党部，我嘛去用强调的尔，我甲伊说明啊，说明了，伊嘛讲，其实你讲的嘛无毋对啊。嘛甲安尼尔吼，所以对我来讲，因的遮尔济行动，遮尔济做遮个代志，拢是为着要甲咱闽南语想要改做台语即件代志，要甲伊缀落去。啊，即马事实来到遮，咱即马12月22号，吼，是毋是12月22号？恁认为佫煞来，因会佫继续无？会佫继续。但是我真心咧想吼，咱会使莫遮尔。台语讲袂出来，莫遮尔冲突，咱有法度甲因沟通无？困难，我怎么试过？其实我甲你讲，我嘛有试过，我是感觉足困难，但是我是袂放弃啦。对我来讲，我袂放弃，因为做一个民意代表吼，上重要就是咱袂使干那听一方的声，咱所有声来听，咱才有法度去拜托行政院、拜托教育部、拜托文化部，做出好的政策，对无？所以对我来讲吼，电话我嘛是直接，批我嘛直来啊去沟通，我嘛是会佫继续吼。过来要讲一件代志吼，小等下我看下谱啊。好，今日咱看一个 slogan， 我感觉足厉害，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足歹做的。台语的委员会，咱若甲中央部会迄机关小算者吼，我还都有偷小算者，咱可能无即个扣打。所以咱想看卖讲，要去倒个生一个扣打出来，互咱做委员会。但是敢会知影行政院内底，伊几个部、几个署的台语安怎署，吼啊几个机关其实拢有算好好呢，大家敢知？嘿，啊若真正要生即个出来，咱佫有啥物方法？这。去甲文化的代志，就回归到文化部啊。咱无需要一个族群语言，咱明明就是拢台湾人，是安怎要分族群？咱小龙姐，咱若三个拢有敢会使？三个拢有，不如就一个就好。正经咱是安怎到即摆都需要以血统来分类。咱就是伫个
啊未有语言部进前，咱要爱讨一个，甲因若有，因是族群的委员会，安尼咱毋是族群啊，咱是要针对台语的福建的委员会。啊，若是伊上尾啊，当然是希望讲上尾啊会当有一个语言部，甲所有语言的政策，咱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拢甲创造定一个语言部来处理。但是即马若是讲客话，要伫个客委会处理。原民语伫个原民会处理，安尼咱台语嘛爱有一个委员会，台语我是感觉若是安尼，我感觉较好沟通的。我是感觉。是啊是啊。按硬甲伊编出来啊，吼，好，安尼论坛安尼较有意思。论坛安尼较有意思。我来讲伊吼，因为我是咧做动物保护吼，本来即个动物保护甲一个科啦。啊，一个科啊是伫对伫畜牧师内底啦，就是管经济咧管动物保护。啊，我民间团体去争取诶时阵吼，伫马英九时代吼，就会当比较到伊伫农委会诶委会设一个委员会，吼。啊，到蔡总统诶时阵啊，伊就讲啊，这委员会无够，吼，伊就变一个书，吼，所以即马这动物保护书内底有7个科诶扩大，即马加3个科啦。所以当然，但是当然，迄个时阵是马英九时代时阵，伊讲要迄个动物保护委员会时阵，伊会当变2个科，吼。所以讲文化部伊也愿意，伊就先成一个台语福建委员会，吼，先用2个科啊3个科，啊，你2个科就比即马1个科管所有个爱啦。好，所以这是弹性运用的问题啊。啊，咱国家也袂吼，你看即马连青年迄个嘛有青年局，对无？所以对来讲，这无介困难，所以对来当拍片看嘛。来，我甲你讲，头拄老师讲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哦。马英九是互相逼的，互咱大家逼的，所以你甲我斗敲电话吼，拜托。来，大家来斗敲电话吼。看文化部，爱斗敲电话，因为吼，别人咧敲电话，咱无敲电话，迄当阵我就感觉有一个力量，我足辛苦，我伫立法院内底足辛苦，咱无声。人足大声，所以人就认为讲啊，遐较有票啦，啊，咱遮无票，气死有影对吼。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吼，足重视即个敲电话。台语台的这种老天好。我想甲你讲。现场嘛，媒体界吼代表来讲，敢会咱公开电话，请敲这个专线。无，爱敲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应该，因为中央党部的每一通电话吼，伊拢会做。我头嘛是想讲爱敲国民党，拢爱敲啦，但是吼，民进党伊的因为民进党的党部足重视这个民意调查，你一通电话伊拢会做记录，所以伊的记录偌济通吼，迄拢主席看会着。好，咱老师有甲咱教吼，爱大听有啦吼。啊，若我甲议员的阮的想法吼，开国民党，开民众党有效哦。真诶，阮进前吼，迄青鸟去路的时阵吼，阮叫大家敲电话，真正有效。迄国民党有惊哦，真正会惊吼。所以拜托你嘛会使敲国民党，虽然我知影你足痛苦，但是你嘛甲敲。反正你也袂甲委员讲电话，拢是因助理接着，啊，因助理嘛会统计哦。中头委员倒来，委员佫有讲哦，今日50通，今日30通，今日100通，你有哪会惊？一个爱 Q 10个，好无？吼，一个人 Q 10个人敲电话，安尼好无？一个人，你的亲情朋友10个拢 QQ 应该是有啦吼，大家应该人情世事无遮歹啦吼。安尼要敲去互立法委员办公室，你直接敲去立法院，你就来讲你要接倒一个委员办公室，伊就会甲你接过去啊。无讲你是啥？我讲我是要选民啦，我有代志要甲委员。抗议安尼，伊会来帮你接过啊，哦，拢会接，所以我办公室接着迄个客家大楼100通嘛是正常诶，吼好。啊，搁另外一件代志，爱甲大家拜托吼，就是讲委员会诶部分，咱也会使做安尼处理，大家斗3工，阮真正伫咧立法院较有力量吼。啊，搁来，我感觉即马伫咧教育部都有一个足大诶问题吼，即马还未烧起来，但是我认为可能会烧起来。爱大家包对，老师在，我要讲啥？108扣工，因为已经有开记者会，顶一站嘛，迄个北一路的一个欧老师有开记者会，大家有知？啊，伊的内容就是讲要废108课纲。哦，我看迄记者会，我真正惊到要死的吼。
若真正照安尼做，咱所有代志拢无法度讲，搁做会去。但是迄个前教育部长吼，潘部长伊要落台诶时阵，伊讲吼无法度改，伊讲吼阮无要改啦，阮无要改，逐个搁囥咧，咱搁继续做安尼。啊，新诶部长来，我嘛甲讲你有要改无？伊讲无，这无法度改，咱就继续甲做落去。咱后摆可能有新诶课纲，但是我是较烦恼即马旧诶108个会生巧处理掉，所以啊拜托大家爱帮阮继续关心即件代志，因为即件代志讲正经诶，敢若有国民党诶委员咧关心，啊伊要关心是因为要甲伊处理掉。所以足关心的吼，伫阮教育文化委员会内底，柯志恩、万美玲，我再甲大家复习一次：柯志恩、万美玲、洪孟凯、阿巴芝，哦，卖叫叶元之、阿巴芝，哦，个林倩琪，嘿，拢林倩琪是啥？伊就是听讲伊较早是高雄的文化局长。但是伊咧即阵的时候，我拢听无伊咧问啥。啊，个啥？反正伊遮吼拢足用诶，吼，伊真正有要做即件代志。但是为虾米我甲大家报告？因为吼，阮有足侪消息甲阮讲，咱的108诶课纲内底有足侪台湾的元素，其实国民党看了足无欢喜诶。啊，而且有足侪会使互学生、公民参加政治诶部分，伊嘛拢足无欢喜诶。足惊，系着足惊，非常的惊吼，所以因想要甲伊处理掉，因认为讲，搁又转来较早的考试的方法，又转来较早上课的方法，啊嘛莫有遐尼济民间的公司来做教科书，因为恢复我细汉的时阵，大概一个版本，吼，迄足恐怖，所以即件代志，我认为甲咱台语的代志嘛有关系，因为咱台语的代志可能就是藏咧内底，吼，虽然伊即摆是叫做本土语言啦，吼。但是咱有希望会使甲伊慢慢推动，慢慢杀进。但是呢，伊若甲咱处理掉，咱就一寡办法拢无。这嘛是要拜托大家甲咱斗注意，因为这样代志讲实在吼，咱新闻媒体来报道对无？因为伊都无流量。好，过来上尾一件代志，大家可能拢无想到，其实有一个部会吼，嘛甲即个政策有关系，叫做国发会。为虾米？伊其实有足侪国家的政策甲国家的预算吼。国发会拢有其他预算，我举一个例吼，国发会自今年开始吼，文化部互伊100亿，要互伊做足侪代志。啊，若文化部提出申请，讲啊，我要做即项代志，用国家的力量哦，毋是用文化部的力量，是用咱国家的力量来甲咱支持。文化部只要提出计划去互国发会，伊就爱甲伊支持。但是到目前为止，咱文化部并无提出。咱甲台语有关系代志，所以我自一开始我就甲国发会讲，甲文化部讲，恁两个爱去讨论有啥物办法吼，咱去做一寡台语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咱今日论坛足重要。啊，过来，咱后摆民众吼要做的代志，所需要的经费、需要的资源，拢爱叫文化部去找国发会讨论。这件代志嘛，要拜托大家甲我斗会记，因为国发会伊嘛有压力啦吼，佮敲电话啦吼。伊嘛有压力吼，知影讲咱民间有遮个声吼，过来同尾一件代志吼，到底伫咱台湾做语言即件代志，敢有可能有产业会伫顺伫内底？敢有？我是认为有呢，但是因爱互遮人甲声讲出来吼，像我知影有人要做有声的册，有人要做绘本吼，有人要做小说，有人要拍电影。但是即件代志，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个足困难的，可能大家拢毋知吼，这是足侪行政院内底来人甲阮讲的。伫咧民间足侪投资诶大头家，因若看到台语的部分，因就买投资啊，因就相甲离，这是真诶。咱大家拢毋知，咱看着奇怪，咱台顶拢有啥物拢是遮个戏吼，拢无别种戏，为啥物敢若民视咧做咱台湾的戏尔？因为大头家拢买投资啊。因为因会想着讲，因若去中国做生意，因就迄种处理。咱会记得前一阵仔有一个戏，我袂记啥物名，伊甲我讲，伊私底下我莫讲出来吼，伊私底下甲我讲，伊得奖了吼，伊诶团队诶内底人，足侪头路转吼，敲电话促销。就就讲我是剪接，啊你是灯光，吼啊咱因为参与迄部戏，迄个电影啊咱得奖，迄部电影得奖。啊，咱其他的头路全拢无啊！
我听即个代志，我感觉足恐怖，我就敲电话文化部讲，哪会安尼吼？啊，伊嘛无法度，因为遮个钱是伫咧民间的大头家口袋内底吼，落地啊内底吼。啊，所以我为虾米爱甲国防会诱入来？就是讲，有足侪投资是甲咱民间做生意有关系，因为老师甲咱讲产官学。啊，你若无做生意的人去想即件代志吼，其实做个代志就歹势。所以爱拜托大家，即件代志嘛爱甲我斗注意，安尼好无？就是讲，阮伫咧立法院甲议员共款吼，伫咧议会，阮会足大力去甲咱行政机关沟通，但是足侪代志，恁来出声，因较会知影讲有人，毋是干那委员咧叫啦，毋是干那议员咧叫啦，是真正足侪民众嘛足需要，安尼好无？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委员拄仔说过议员要补充一点回应，拄仔互大家说讲。拄仔因有讲到城南局吼，我们在新北市这边有客家局，但是因为老实讲有啥我拄仔讲吼，其实新北市咱来成立委员会真紧有啥物？因为阮无医生就是讲阮成立起来，伊基本上新北市的局处拢已经拍好伫遐。包括青年局虽然已经设立啦，但是青年局的预算一档我来算下来，应该只有3-4亿尔。但是教育局的预算偌济个，基本上占新北市1/3，也是讲新北市若是2100亿，教育局新北市教育局就是700亿咯。所以为啥物我伫新北市我伫教育现在委员会就是因为安尼，因为教育局有新北市上济预算，会当做上济代志。所以，我感觉讲大家会当，因为即马拢要省立法院的预算啊，国民党嘛是强起来讲要乌白台啊，大家会当去讨论。但是真正动着毕业的预算，我希望大家做伙去关心，因为我伫新北市我提预算我是写理由书的，我若写无好，老实讲人民嘛甲我调啊，就讲你这议员啊乌白台这本土教育才重要着。所以即马我嘛是拜托大家，因为即马像咱这个立法院马上要来审预算啊。大家来关心讲，到底咱本土语言的预算、台语的预算，到底有人动着无？第二点，大家莫想讲这甲新北市无关系，为啥我才关心着？新北市去年原本应该要拨互新北市的预算，中央拨互新北市减70亿，减的有一大部分就是伫个教育预算内底。所以老实讲，教育预算若是减落去，对阮新北市的影响嘛是真大。所以我伫遮嘛爱甲大家讲。其实魔鬼藏在细节里真正是真侪歹物啊拢秘伫咧遐个数字内底包括咱最近咧讲的这个财化法，其实为虾米伊即摆为虾米要来讨论这为虾米无法度去实际讨论？因为老实讲，伊根嘛讲袂清楚，因为这太复杂啊。伊若是讲我小姑仔我会当甲你讲我来讲无可能，因为咱两个坐落来开始讲这个法案的问题，基本上我是爱坐1礼拜啊，你要相信无？伊迄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但是因为国民党即马包括阮伫新北市议会，阮咧讨论遮预算。老实讲，我伫新北市我是在野党的议员但是阮真正足老实的在审查所以我嘛有台我嘛有台，我家台6.25亿这个土地作价基金这个我们这个都是核实，因为在新北市政府嘛知影因都袂变啦所以阮掠着以后，阮台迄是有道理的，伊嘛毋敢搁含口。但是今仔日若是国民党伫咱立法院乌白台，其实会影响到咱地方的基础教育这个部分，真爱拜托大家做伙关心但是嘛是爱甲大家讲，不管是有预算的这个委员会也好，还是无预算的委员会也好，伊拢有我甲大家报告啦，伊绝对有伊的公平伫的啦。新北市有真侪委员会我看到我拢要做阵，新北市有真侪委员会，包括青年局之前嘛是青年事务委员会所以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足简单的，但是我感觉讲，民意代表要来成立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支持啦。所以我感觉讲当然拄仔这大哥有在讲较去民进党真足重视人民的声音。我甲大家报告，恁的声音，恁敲了每一通电话，咱的某总统拢会看过。因为我的师傅何博文，即摆伫民进党担任这个副秘书长嘛，老总统拢会看过但是你敲去国民党，老实讲会互伊压力，伊可能袂看啦。但是我感觉因会有压力，遮侪人民靠互伊，因会知影人民的声音。上好我是感觉靠委员，甚至你若伫你的选区，像我昨我就拄着叶元之，我就认真甲伊问讲，你知影你昨信过预算是啥物无？信过法案是啥物无？
我感觉你会当当面甲伊问，啊，我感觉这是有道理的啊。我身为一个新北市议员，我甲你问法案的问题，结果伊用走的。我委员，你哪会走啦？你讲你在这边做义事工嘛？你在这边做政治的斗争？我说没有，委员，你莫遮紧张，你也遮紧张着。我是认真要甲你问讲，到底你信过的法案是啥物？啊，我感觉这步就有效的，也就是讲，伊一直感觉讲，伊直发言，黑白讲黑白母拢无人知意。但是你倒来地方，咱每一个人民拢爱徛起来，互伊知影讲，咱即马咧杀咧台语相关的政策，咱的主流是啥？包括拄仔大家咧看，有真侪立法委员好像无赞成，因为根本毋知影为虾米会这闽南语。一开始我嘛毋知影，我嘛是看陈委员的质询了后，甚至我嘛去看真侪，包括柯教授的一寡文章以后，我发现讲，为虾米台湾台语即个物件，爱去证明，就是因为咱有伊的基础伫个，咱的台语甲别人的台语嘛无共款，即个基础咱若是无去认真。无去主张的话，其实这对咱台湾是一个足深的伤害。包括拄仔咱陈委员咧讲这统战的一个策略。大家以上补充，谢谢。好，咱再次听咱的新加坡声，感谢咱两位伫咧准备来拍对来的这个民意代表吼。嘛，就这个机会回答这个问题吼，因为记者咧访问阮这个人民咧推展这个会议的时阵，第一个问题定定就是问讲，这个国家发展语言发展会议才拄好开煞，是安怎咱要有开这个会议吼？就这是要甲大家做报告吼，就是因为台语本身吼，伊就之前拢别伫个所有国家语言的下骹，所以我嘛无家己的意思，无家己的委员会。拄仔所看到的即个抗委会真有45亿的预算，即个原住民的即个委员会真有91亿的预算，甚至是新北市的即个教育局，预算是就700亿啊，你敢知影台语的预算有偌济？伫个即个文化部下骹，有限的即个就是算讲是敢若是想着着报一个，而且即个1000万、2000万、3000万的即种专案，搁爱是甲其他的即个语言，因为即种多元的即个语言的即种精神来到日本，所以我感觉讲咱今仔日真感谢咱每一位来遮关心的友谊咱来互即个民间的产业，就亲像拄仔两位。咱的即个代表所讲到的因为咱的民间的立场一定要互人听着。我感觉做讲台语的人，咱大家拢足鼓意的，对无？有当时嘛是爱较活泼的较活泼的，然后敲电话敲电话就是当做一日游你就民众党、国民党敲电话去一日游安尼咱电话敲开嘛，当做每一天拢在去的一个。新鲜的活动，而且咱敲电话就是等于是讲训练你家己的这个论述的能力。你讲一遍，可能搁轻松；讲两遍，就愈来愈熟。后摆行到路的都凊彩拢会当讲安尼。大家来敲电话啦阮即摆是 Q&A 时间对无？宣布开始 Q&A，咱会当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个概念嘛，我住地沟住30年最近就开始咧线顶，大家都认真咧学台语，所以有一个代志，我感觉有可能会使进行，就是讲，我有想到咱的国防的部分因为我进前咱有咧讲迄个花市倒一代，毋是讲有迄个走马灯就讲迄个中国迄边已经过来对无？迄种认知战我的想法是讲，咱会使将咱的台语，若踮咧迄个认知战内底，互逐个比如讲中国若迄边要来迄个要来拍咱台湾的时阵，互伊的成本较悬。嘛毋是拍我意思讲，即摆大家拢是用认知战，意思就是讲，咱后摆咱想一个例就好准我若有一天啦若开始正想啥物动作的时阵。迄边来甲咱迄边来互咱的迄个消息，就是讲，咱的前线的迄个兵，也是讲咱的战术拢导航用国语还是用华文安尼写互咱听，咱要听无？咱要安怎相信讲，即个假消息是真诶，还是假？咱敢有法度来分辨因为迄边伊要来转咱的迄个
繁体即种传统的中文吼，真简单，伊的成本就是根本就无嘛，伊无需要。但是咱的台语，准讲咱会使变共同语言的时阵，逐个拢爱学嘛，所以基本上咱若用两种话若拍出来的时阵，吼，有台语，嘛有咱的华语，啊，咱的民众就开始知影讲，啊，这就是咱政府发的，较有可能啊，对无对？伊迄边要来甲咱统战，咱就会互伊即个成本会较悬。啊，若要讲搁较侪的地方语言，嘛会使搁囥客语去哩啊，嘛会使搁囥原住民的语入去。但是咱家己主讲，至少会使将咱的台语，拢会使逐个拢加减看有吼。莫咱也搁来争论讲爱安怎写，迄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咱一般的成人会使看有咱的台语，安尼咱伊要统战的即个成本就加一倍啊啦吼。啊，这我感觉真重要啊！至少这预算吼，伊嘛会使争取甲国防部去，吼，还是讲国家发展部迄部。另外一个思考，互咱感谢这位。啊，这第二个部分是讲我讲的是讲个主流的媒体，即马拢看无咱的母语，还是讲咱台湾话啦，这较可惜。因为我本来有咧写文章，拢是用华语写，但是我最近咧要求讲，我希望我写的专栏内底。会使用台语，但是伊就是会甲你拒绝讲，伊的编辑啊，啥物较无法度用即个技术的问题甲你拒绝。啊，这我是感觉这会使看有法度较推广，因为我知影咱即卖的台语，敢若伫咧咱较要怎讲，专门咧讲台语的即种媒体啦，即种较少人要怎讲关心的一个迄个媒体咧进行，但是会使咧主流媒体啊，若会使鼓励讲一定比例的主流媒体会使有一定的咱台语，还是讲一定的母语来迄落来顶，安尼我是感觉较好。无因拢会直接甲你回绝就是啊，啊这是开始可惜的，好多谢。好，感谢咱同问同答吼，咱请拄仔有举手的迄个，着穿即个水蓝色的，应该是现场上。无啦，咱5囡仔吼，啊，算讲大人内底上少年的，你是大家好，几岁？我今是17岁。17岁，咱今个好声，是高中生。我叫土豆的，吼。土豆你好。嘿，啊，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转去迄个就是族群语言的问题啦，吼，啊，就是我讲客家啦，但是。其实就是客家原住民安怎啊，就是我嘛是感觉讲台语应该变甲是广东语言啦，但是我感觉就是广东语言，我家己感觉就是迄个问题就是爱大家拢同意啦，大家拢同意这是广东语言，才会是广东语言啦。啊我毋知恁安怎看，但是我感觉这个问题就是爱去互迄客家人就是知影讲。台语变甲广东语言以后，客家会去互歧视啊，是毋是？但是我感觉有影啥呢？就是台语若或者变甲广东语言，就是对客家嘛有利益嘛，是毋是？嘛有利益嘛，是毋是？利益嘛，是毋是？就是但是我感觉，我家己感觉就是。台语运动内底无去互客家人，客家人知影，就是讲，这是对因嘛有利益的啦。啊，我毋知恁安怎看，就是第一头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恁感觉台语咧互证内底，敢需要其他的族群的听啦，是毋是？啊，第二就是若有咱。应该安怎去互别族群嘛知影，啊，个会安啦，就是讲咱若互证对因的利益是啥，啊，个是袂去甲因开啊，啊，个有是就是因嘛就是会好好诶，是毋是？好，感谢土豆。好，咱个下一通，大家拢袂做袂静诶吼。我敢会使
就甲各位来宾，咱就10分钟，好无？咱即场到12点10分结束，安尼敢会使吼？好，感谢嘿。咱后一位，苏丹家后一位吼。我姓段哈，段庆武，段振宇哈。听我名知影讲，我是当初拢有摕到迄个外省地带啊哈。阮老爸老母拢第一代迄个49难民。要讲的啥吼？第一就是，你讲当初啊吼，迄个在画考核的时候，我拢无要求，是安怎呢？你讲听到迄个讲国家正常化，知影讲段政府下来吼，就了解讲我为啥安尼啦？为什么？就不是国家，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啊！你讲好，你讲国家正常化，就是讲你已经将这个国家当作国家好，就是要将这个中华民国正常化嘛。我就认为讲，迄就未解决问题啊。当初吼，迄个台顶的应该有2位是，就是咧咱台湾人的官员啊吼，但是是咧中华民国的政党嘛吼。所以讲，你讲的一寡困难吼，你讲一寡这个俄罗国贼，什么黄国昌啊、北京啊，迄一定的嘛，迄个中华民国就一定会安尼啊。所以讲，当然啦吼，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讲1-2天嘛吼，可能要足久嘛吼。问题是讲，咱的观念就袂当讲啊，咱来将即摆已经这个中华台北就是因为中华民国啦，有中华民国，永远中华台北不会解决啦。好，我提我的口号吼，台湾吼爱建立国家，台语台文才会活。我就无相信这个国家正常化这个物件啦。OK， 即这个观念上，你讲。一切问题其实就是安怎，就是咱拢伫即个天花板吼，即个中华民国天花板下骹一直咧舞嘛。当初咱的迄个教授，歹势我袂考维教授，伊提出足侪拍破迄个较的这8十年来吼，迄个框嘛吼。对啊，上大一个框，你无去挑战你的观念上无爬去你迄个厝顶，你哪会看会到真正的台湾？你哪会看会到这个世界啊？你拢伫这个天花板下骹，那个是真的是你打不破的框，你必须要把它打破。好了，这就我讲的第一啦吼。第二就是讲，我的台语吼是30当前。迄个阿辉上了解啊，迄个陈鸿辉伊上了解。我是30当前咧洛杉矶的时阵学的啊，较早根本我袂晓讲，伫美国已经要10几冬啊，都毋捌讲过台语，因讲都袂晓讲。但是我就用迄个台湾通讯吼，用读的，用背的，用大声念朗诵，安尼豆豆啊练。嘛差不多半冬就会使啊！迄个罗马字无介困难啊，是你有心无心要学行啦。你要做台湾人，你袂晓讲台语，要做啥台湾人啦？讲到这。好，真感谢各位观众朋吼。咱最后一通可以吼，举手举足，伫遮会处理那对啊，迄个就会举手举足。刚教授啊，刚教授，对啊，无注意。各位大家好吼，因为我知影时间足短，所以我讲重点吼。我回应者，头拄我讲到国华会足重要吼。我甲大家呼吁，就是讲，因为阮过去吼，知影讲国华会要做商业政策，所以伊其实钱足济，预算嘛足济。因为国华会认为英语足重要，所以因伫因的网络头顶拢写讲英语安怎，所以国家
报即个政治头顶，啊，我有去记迄个国华会迄个内底负责的人，啊，因甲我讲，其实国华会伊嘛有负责即个本土语言的部分，但是因伫即个方面的预算加足少，因为大部分人拢认为英语搁较重要，吼啊，所以阮当初一直甲伊迄个沟通，但是我感觉讲，即摆即个时间，大家爱合拄讲爱敲电话去国华会，也是讲，互咱的民进党的政府知影讲，即个本土语言其实是足重要的。因为阮几啊摆甲即个赖清，阮有去见过赖清德，吼，以前是副总统，伊甲阮表达讲，伊听到的声音，拢大家认为英语足重要的，但是我甲因讲，即个台语是恁民进党的新主牌啊，恁若去讲无着吼。但是就是我会感觉讲，即摆新的一代民进党，因已经毋知影讲即个台语的重要性，所以大家爱甲即个消息拢做，啊，甲即个预算靠伫即个国华会搁较侪钱是台语其实是做会起来。啊，第二我今日讲重点就是讲爱正，咱头拄仔讲已经爱正名嘛，但是佫有一个上调，就讲教育部即摆咧做的，伊就是像头拄仔桂如教授讲，因讲即摆咱台湾有一个语言政策分做两部分。一个叫做双语政策，啊，一个叫做本土语言政策。这是咱进前教育部长伊伫即个自由时报规版的伫遐讲吼，伊讲即马咱要继续去加强双语教育，另外一方面要做即个本土语言教育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这啊是去甲伊正名，因为我为什么我一直讲台湾是一个岛屿的社会，台湾毋是双语的国家吼。所以咱即个双语即个名无去甲伊拍破，因为民进党一直毋敢甲即个名用掉，因为伊感觉讲一开始讲双语国家，即摆要摕了足歹看嘛吼，所以伊当初用一个名讲双语，就是一个是外国语，一个是本土语言，啊，结果尾也佫变甲足奇怪，讲双语政策甲本土语言政策吼，所以我希望迄立法委员吼，陈慧如吼，你委员吼，麻烦你去甲伊质询一下吼，互伊变做讲台湾的整个的岛语的教育。啊，即个岛语的政策要有一个全国的规划，吼，毋是讲干那一个分做两边，安尼就是一个无正确的一个做法，吼。以上多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再次互咱遮尔多好的建议，吼。我都真紧回应拄仔咱的在这个前辈提出的一寡意见，吼。大家拢知影华语的百款，吼，即马伫咧台湾，吼。若是咱讲推发遮尔侪年的，即咱的台湾运动，伊今仔日若是徛到真在，嘛抑佫有为即个中国来即个华语霸权，伊两个战术，一个是原本即个台湾华语国民党留落来即个霸权，抑佫有即马为中国来，透过小红书、抖音，抑佫有透过制作拢足好诶大成本诶，遮影视诶作品吼，互咱诶即个少年囡仔对迄个国家。有足侪想象，甲有足侪毋捌去过遐，但是感觉迄个国家真水、真好、真赞吼。这是咱即马爱去面对真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民党是上重要的物件吼。啊，即个部分我最近发现着我家己身上一个恐怖的故事吼，就是阮兜的上时也是台语的囡仔吼，去小学了才开始学华语，但想袂到讲阮兜的迄个上时哥哥吼，最近去摕着全学校的作文比赛冠军。伊敢知影这代志，作为妈妈，我是感觉，我无感觉真欢喜，我感觉真惊吓。因为伫咧阮兜，我是有意识诶，要升等这个华语的领域吼，就是讲放养他的华语能力，啊，其他的语言我就要紧诶吼。想袂到你就安尼互伊安尼放养吼，想袂到这就惊吓，互我就惊吓吼。所以这个故事，这个然后设定第一就是讲。华语的霸权其实伫咧咱的即个日常生活内底是真惊人的吼。第二个嘛会当做一个好的地吼，有真侪我细汉定定带小时仔去公园，拢有迄个好心的阿公阿嬷，一听就知影伊是母语人，还是用华语咧甲我讲话讲。你不怕他以后台湾国语吗？你不怕他以后考试考不好吗？我台语讲得好棒哦，我们家小孩都不会讲，你就不爱甲伊讲啊，对无？你不爱甲伊教老师讲吼。好，即个题吼，因为原本拢是伫咧语言学者诶论文内底有讲，囡仔你若对你诶母句吼，你若是较熟手诶，你诶语言能力较好诶，你对其他诶语言你诶掌握嘛较好。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诶题，但是就是讲即个题嘛，当时选定就是华语诶霸权，真惊人。我是有意识去甲伊为诶吼，莫互伊礼拜诶即个妈妈吼，作为一个台语妈妈，我实在是惊感觉讲即个是真好诶，甲大家分享吼。
啊，再说就是嘛是因为今仔日的即个民间会议，吼，咱来互咱的即个产业界，知影讲民间的力量真大，安尼毋才会投资因的资源伫个咱遮吼，咱乡邻为国，足侪年对无？嘿，啊，民进党嘛完全执政嘛完全执政，是安怎？咱拢爱乡邻为国，吼，咱即马爱。较活泼咧，吼，有咱的声音来互听着，啊嘛爱咱的遮个力量，若是互产业界听着嘛，互咱遮拍拼的遮政治家，毋通足孤单的，因伫个毋是感觉党外，党内嘛有足侪声音，互伊足侪压力吼，对无？吼，敢袂使讲，嘿，足辛苦的，吼，伊讲啊，小恁一个，通安尼吼，啊，这吼即马吼。啊，咱即马就是已经足辛苦啊，吼，啊，定定拢有即种压力吼，嘿，我讲，毋是你讲诶，我讲诶，嘿，所以咱互因力量，互因支持，咱来用咱诶即个，咱诶敲电话，还是去散步，吼，拢好安尼吼，好，啊，咱上尾啊用2分钟诶时间，请每一位咱诶即个来宾来替咱做一下会议。好，时间足短，我讲2点直接讲吼。第一点就是拄仔迄个少年朋友们讲，啊，咱免啊甲。客讲客话族群还是原住民，要安怎甲伊讲吼？就是讲，我感觉咱爱知影讲，台语是上会当代表台湾的语言。啊，你出国去，咱除了即种东亚文化甲中国毋是共款，啊，咱可以讲中国话，啊，遮人认为咱是中国人，咱阁无欢喜，啊，开始穿奇怪怪物咧身躯顶，安尼，I'm from Taiwan， 啊，是迄种 T 恤，啊，奇怪，咱出国时候咱敢袂当穿较水。只要咱一定要为着即件代志吼，所以台湾话上会当代表台湾人。你若无想要出国去外口去互当作你是中国人吼，啊，咱就讲台湾话。啊，当然客话朋友讲啊，像客语呢，啊，就因为迄个基础无共。等去到日本时代，咱就知，莫讲日本时代50-60年前的台湾就是安尼。我甲大家讲一个故事吼，就对我听讲，就讲我以前捌做过一个研究计划，我就是咧做外省人的台语。啊，我有访问到一个，即马80外岁，伊讲伊5岁时阵为上海来台湾，啊，伊是拢甲我讲台湾话，伊迄个台湾话就差不多阮阿公迄种程度，你完全毋知影伊是即个外省。啊，因太太是客人，吼，啊，伊即马80外岁，啊，伊讲伊迄阵甲因太太咧行的时阵，吼，反正伊甲因的迄个丈人吼，甲丈夫，伊丈人丈夫就是客人哦，伊甲伊的丈人甲丈夫讲啥物话，讲台湾。伊个丈人若即摆阁伫100外岁，迄代的人，所以台湾话确实是上会当代表台湾的。过来就是讲，台湾话若是变做通用语，咱莫阁用本土语迄个角度，逐个拢考斗阵的时阵，台湾话甲客话是袂有冲突的啊。吼，所以大家安尼毋是阁较好，吼啊客话。原住民的话，因是地区的语言，伊有地区的文化，就是做小而美。啊，会当伫个毋是因的地区的所在做一寡文化推广活动 OK， 安尼嘛是真好，但是爱会记。学台语，除非是正经讲袂晓，迄是叮当对个，因为我听着足侪人对台语老师讲，我5年前才开始学台语，3年前才开始学台语，其实毋是，你是3年前5年才开始学台语的形象，这点就要紧吼，莫讲就是家己爱对家己爱有足好的认知，你才会当甲即个观念去传别人。以上。因为讲其实听大家拢在讲吼，但是大部分拢是基本的教这个认知的教育啦。但是再来政策咯，其实咱着爱做务实的、务实的讨论，就讲爱到底咱即摆要做啥？但是讲新北市，就我新北市我有讲，我有700个的教育医生，啊，我今日要推广浸水式的教育，也是要这爬线度的这延毕的教育。大家爱讨论好，啊，即摆讨论落去，包括咱即摆新北市台语推动互助率完最好啦。咱即摆即个工课要做啥物？包括拄仔诚侪咱的前辈拢在讲的，包括咧正名的活动，也是讲一寡艺术，即摆变落来。哦，我即老实讲的吼，
咱国发会吼，伊也编写预算着吼，其实吼无地方政府教育局更加基础咯。因为阮就是负责囡仔的教育，哦，所以12年的国民教育就是伫咧新北市教育局，伫咧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所以今仔国发会伊的总盘的钱，老实讲也嘛是报互教育局。啊，今仔日咱倒来地方政府的教育局，咱到底要做啥物？我希望嘛，大家嘛帮我斗想一下。哦，包括我即摆伊个比赛浸水式的教育，咱要为幼稚园开始要安怎做？哦，咱来思考啊。比如讲，我即摆我小囡仔，我已经接触电动机啦，咱要来做。大家吼最近吼，我嘛甲大家分享一个，大家拢会想讲政府足厉害来并无，尤其是新北市政府。哦，所以我甲大家讲，你要教伊安怎做？哦，教伊讲你爱安怎做，伊才有法度来做。所以嘛，拜托大家来帮我斗想一下，因为就我所想的概念，哦，我已经提供新北市政府诚侪想法啦。所以我靠斗想的一寡想法，我即摆我嘛会写成政策，伫咧新北市议会来提案。啊，所以嘛，拜托大家哦，就是讲。我就讲啊，我相信无一个县市政府的囡仔比阮新北市更较侪啦。哦，因为新北市400万人口数嘛。第二点就是讲新北市是户政基础上需要的一个所在。第三点就是阮钱也是够侪，即摆财花大家都来搁较侪。真正侪，但是阮的高市长嘛毋知要用去倒位啊，对无吼？啊，所以拜托大家，咱的囡仔知要紧。啊，我嘛拜托大家吼，甲大家讲，医生的现在最重要的。但是要安怎做更较重要，哦，所以等我大家做伙来监督政府，监督咱的民众。好，说不定我即摆想中国国际，我去随时帮洗出来。好，大家讲到在我们两岸的我们会继续发展，好，感谢。好，感谢大家吼，来，咱搁一摆吼，咱台里所有的迄个贵宾吼，热烈的掌声。好，感谢大家吼，咱现在下晡的这个论坛吼，4周吼1点的时阵开始吼，大家去找语音教室。即摆来讲一个，就是讲吼，咱的这个第3周的本来的这个舞台里面，本来是陪舞吼，即摆就咧换雅玲委员吼，先甲大家讲一下吼。过来就是吼，拄则吼，咱看咱的这个手册吼，上尾一页，迄上尾啊有一段这个惠如教授伊的文章吼，但是袂印完吼，印无完吼，所以这个手册寸错误啊吼，阮有一个这个 QR code 吼，大家当扫一下，这就是完整的这段文章，这非常重要一个观念的问题吼。希望大家来家己扫这个 QR code， 就知影这规段这个文章吼，佫有啥物要讲的吼。哦，拄则有发言的朋友吼，请来找我，我需要你的这个肖像权的签署吼。拄则有发言的下手朋友吼，佫有啥物？无吼，好，安尼大家会使。食饭的袂当入来才食饭哦，吼，咱外口有迄个中庭花园吼，大家咱利用吼，袂当伫教室内底吼，爱伫咧外口，大家看即个时代的校园，倒位想要去行行，你就咱摕。好，教室的即个位置吼，伫咱手册内面都有迄个好，咱看着吼，安尼咱现在就是共款吼，1点的时阵，咱就会开始论坛吼，大家就去你家己迄间教室论坛，论坛了后，咱最后会搁转来遮，吼来到阵来分享讲咱目前做的是我结婚安尼吼，感谢大家，感谢。你跟我写个啊，恁爹拢爱去啊。对哦。